2011年卷2第4題。咁面前呢個 table 咧就係裝住中三學生佢選科嘅意願啦。左邊有1到120係學生人數，咁而右邊咧有3個 subject A、B 同埋 C。咁以學生1為例咧，佢揀咗 B 做第一志願，咁而學生2咧就揀咗 A 做第一志願，第二志願係 C， 第三志願係 B。咁呢紮資料將會儲存喺一個嘅二維陣列叫做 P 嘅，咁呢個叫做 P12啦。咁另外呢個叫 P23啦，0我哋唔用嘅。咁而且咧亦都會將佢 save 一個文字檔度叫 df.txt 啦。咁譬如呢一行係312啦，咁第二行係132等等啦。所以陣列嘅宣告就係咁啦 ，P121 然後4啦。咁其中0嗰部分我哋唔用嘅。咁第一個子程式叫10One嘅，首先 fopen 開咗個檔案先啦，然後逐一將佢讀落去個 P 嗰度。咁個方法就係 fscanf 啦，將個數值就讀落去1、2同埋3呢3個嘅元素裏面。咁做幾多次呢？就係120次嘅。咁點解要加1呢？因為 sn 係0先。咁做完咗 fscanf 之後呢，佢先至 sn 加嘅。咁而第二個子程式叫12啦。咁做啲咩呢？ n1、n2、n3 set 做0。咁呢3個代表呢，就3個科目 A、B 同埋 C。有幾多人揀你做第一志願嘅？咁所以 for i 就 1i 細過120啦，做120次啦。咁如果個 pi 1等於1嘅時候咧，就 n1 加呢個揀 A 嘅。咁如果2嘅話咧，就 n2 加呢個揀 B 嘅。咁呢個揀 C 嘅。咁問題1，咁 pi1 如果裝住1嘅話咧，代表咩意思咧？咁咪代表第 I 個學生佢選擇咗 A 做第一志願。咁而 N3 嘅最終值係代表啲咩呢？咁咪代表揀 C 做第一志願嘅學生總人數。咁至第三個子程式叫13呢，就會根據翻之前個結果 N1、N2、N3 裝嘅數值，咁睇邊一科係最受歡迎嘅。咁當然個數目越大嘅話就越受歡迎啦。咁所以咩情況之下 A 係最受歡迎呢？咁就係 N1 如果大過 N2、N3 嘅話呢，咁就係佢最受歡迎噶啦。咁而揀 B 嘅話呢， B 最受歡迎嘅話呢，就一定係 N2 嘅數呢係會大過其餘嗰兩個數。咁但呢個13呢個呢，就唔係完整嘅，喺某啲情況之下呢，佢反映唔到個真實嘅情況。咁咩情況呢？咁就係同分或者係雙冠軍嘅時候呢，佢就唔能夠處理到啦，因為佢只可以 print A、B 或者係 C， 就唔能夠 print 到 A、B 做雙冠軍。咁甚至如果3個同分嘅話呢，亦都處理唔到嘅。問題 B， 咁每年嘅選科嘅數量呢，就可能有所更改啦。咁有時未必係3科，可能開4科、開5科。咁12有啲咩嘅修訂呢，先至可以能夠令到學校靈活咁處理學生嘅意願呢？咁答案有3個。第一，用常數啦 ，define 個 max 等於10，呢個就有10科啦。咁就好容易可以改做4科、5科。咁第二呢，呢個 PI1、PI2、PI3 呢，去代表3個嘅科目嘅 A、B 同埋 C 嘅。咁同時用咗 N1、N2、N3 記錄第3個科目嘅人數呢。咁所以你用陣列呢去代替 N1、N2、N3， 例如呢 int count max。咁第三你可以用 for i、for j 呢去代替咗個 PI1、PI2、PI3， 咁又用咗 PIJ。因為目前呢個情況1、2同埋3有3科啦，如果要有4科、5科、6科嘅話呢，就需要加多幾句，就係2、3、4、5一咁加落去。咁如果用翻這個方法嘅話呢，就我哋就唔需要咁樣逐句改啦。咁呢個 max 就反映咗真正個科目有幾多科。問題 C， 文字檔裏面儲存嘅係1、2同埋3個數字，有咩可能會有出錯嘅地方呢？咁答案就係可能有相同嘅數字，就唔係1、2、3，係1、1、3做1。咁另外第二個錯誤可能係轉錄嘅錯誤，即係抄寫嘅時候，即係搬字過紙嘅時候會抄錯。問題 D， 咁假設文字檔裏面嘅總人數、總行數係未知嘅，但係11佢寫嘅時候咧係 SN 係0 ，SN 細過120咁樣做法，再 scanf 咧，咁有啲咩嘅機會會出錯咧？喺 runtime 喺運行上面有咩會錯？咁答案就係如果學生人數係少過120嘅話咧，
咁呢個 program 依然係會做足120次嘅，咁可能會產生錯誤啦。咁你做修改嘅話，可以點做法呢？我用個 while 啦 ，while SN 細過120啦，同時佢亦未曾去到 end of the file， 咁要加翻呢個。咁問題3，咁呢度用咗 while 啦，咁可唔可以用 do while 呢？咁啊發覺就唔係咁好嘅 ，while 就好過 do while， 咁點解呢？咁因為當如果個 database 個文字檔係空嘅時候呢，你就唔能夠處理到啦。咁咪睇翻啦，左邊呢個係 do while 啦，右邊呢個 while 啦。咁所以如果文字檔係空嘅話呢，佢一定會執行一次嘅，咁結果就會有 error 出現啦。咁而相反隔離呢一個呢，就一早已經 check 咗佢係咪空嘅，如果空嘅話呢，就已經唔執行噶啦。咁所以呢個至少執行一次，咁而右邊呢個呢，就可能唔執行嘅。